为80个东突厥斯坦儿童举行集体隔离仪式。东突厥斯坦基金会等多个民间组织和国尔媒体共同举办了这次隔离仪式，旨在帮助从东突厥斯坦逃离到土耳其的孤独儿童。在隔离仪式上，挂了土耳其和东突厥斯坦旗，奏了两国国歌。所谓的中国再教育营实际上是一个集中营，数百万突厥穆斯林被关押在这里。证据显示，这些营地内有器官贩运。当中国当局将一名哈萨克族青少年的尸体送给家人时，家人发现他的器官被盗取。据说这名少年在他被送往集中营之前进行了验血，结果显示他身体健康。马来西亚宗教界否定了所谓中国宗教代表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声称。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席阿布杜热克夫上周访问马来西亚，据中国媒体报道，他向马来西亚各界介绍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他说，东突厥斯坦没有宗教限制，中国当局正在进行反极端主义斗争。马来西亚伊斯兰协商委员会主席阿布杜哈米德否定了阿布杜热克夫的言论。他说，在中国维吾尔穆斯林的身份受到歧视，他们受到任意逮捕。美国国务卿麦克彭佩否认媒体的消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希望通过安曼向伊朗发出消息，与德黑兰交谈。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没有通过安曼向伊朗发出任何信息。我们将非常明确地指明我们的立场，我们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他说。埃塞俄比亚总理办公室同日确认，陆军参谋长希尔梅孔嫩在其位于首都阿德斯阿贝巴的家中被保镖杀死。总理阿比宣布，阿姆哈拉州发生军事政变，除了总参谋长希尔梅孔嫩，其顾问瓦西已遇害。阿比其后宣布，是次未遂政变发生后，该国军队已经完全控制阿姆哈拉州。